佢哋寒假啦，暑假假期內為3天，就是要4個月多時間度假重要。有3時間，除了兒子們，還要為咗幫20萬嘅學生啊，都冇到學校。有3時間，你最想嘅做係乜嘢？要好好歇困，也係前面估教。我睇見當向呢度，有3時間冇到學校是冇到嘅好，所以反面嘅呢度綜合關頭。寫作文、算數學、練書法，寒暑假時節，大家寫作業做嚟講都強用呢。還有第40年前，政府講，小學生不用寒暑假嘅時唔好放屁抗壓。故做以為各種各樣嘅寒暑假作業。20年過後，政府嘅想法又有得改變，佢也就會講，小學生不用寒暑假嘅時愛學掉東西。故做開始有得會冇強用嘅作業唄。像係學英文、練習打電腦，還有做運動。亞洲同學嘅專長都冇強用，興趣也冇強用。平常時大家啲學校學嘅東西都強用，表兩個時節，大家總算做得離開學校位去做冇強用嘅事情。不過還係會寫強用嘅作業。雖然寒暑假作業見來見多種嘅，不過大家同學都按貼片都能克服得到。所以大家對亞洲強用嘅作業有乜嘅想法呢？寫作文係親家看到的一種寒暑假作業。有一次我就是因為覺得作文太無聊了，所以我就隨便亂編。我通常都會上網去找那些範文，把它改編抄下來。想不出來的時候都寫一些廢話。都會想不出來下一段怎麼寫，然後就感覺困在18層地獄裡面，然後又走不出來，想要出來可是走不出來。除了作文要有同學唔好練習數學。我覺得平常就已經寫很多國語數學的作業，所以寒假就不要寫太多的國語數學的作業。每次出的時候都很多頁，而且要算的時候要算很久，就沒有那麼喜歡。有一些題目是沒有教過，然後就是只好去網絡上找答案。而同學自己發揮創意，做的東西也容易唔好。我最不喜歡拼拼貼貼的東西，因為比較花時間。那一種都要找一些素材，有時候要找枯掉的葉子，可是夏天都找不到。我也不喜歡需要拼貼的寒暑假作業，因為素材會找不到，然後我的美勞也不是很強。因為我畫畫還蠻懶的，而且有時候也沒有什麼想法，這樣子畫不太出來。我希望以後都不要有寒暑假作業。所有寒假作業我都不喜歡，因為這樣就沒有那個多餘的時間可以做課外活動。我覺得寒暑假就要玩。世紀年年，我同西班牙社會的連線。我談過呢，也都對台灣的小學生有寒暑假作業係乜嘅想法呢？這是一個1年級小朋友的寒暑假作業。Ese es el primer grado de un niño del primer grado de primaria。然後這裡是要介紹他們去哪裡玩，接下來就是可能像是要介紹新年要吃什麼菜會比較吉祥。這是他們最討厭的數學作業，也蠻多人討厭作文的啦。Pues que tienen muchos y que deberían tener menos para poder, para poderse ir de viaje。那你們都會怎麼樣去安排你們的假期時間？Nos vamos de campamento o nos vamos de viaje con la familia o quedamos con amigos o vamos a la playa. Que yo en invierno voy a esquiar una semana con los amigos. Primero me voy de campamento y juego con los amigos y después en Navidades estoy con la familia y aunque esté con los familiares cada día hago un poco de deberes. Yo pues a veces, por ejemplo, vamos a la piscina o vamos a jugar a fútbol o a hacer deporte y a veces
Y a veces, pues, no sé, hablar con amigos. 他们在寒假的时候，他们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O cuando nos vamos a la playa con los amigos porque lo pasamos muy bien. También cuando nos vamos de viaje a Londres o a otro país. Que eso también. Yo, mi mejor momento es cuando me voy de acampada con los amigos, porque estamos como más, como que podemos ir más a sitios sin falta de decirlo, o también sí. Yo, a mí me gusta mucho cuando nos vamos en... Bueno, sí, mi mejor momento es cuando estoy con los amigos en el autobús yendo a algún sitio que dura 5 o 6 horas. Porque me gusta hablar con los amigos. Que, por ejemplo, que mi profesora, que también nos dice que hasta una vez nos mandó deberes de disfrutar las vacaciones, que también ella quiere que no solo todos sean deberes. Yo que, bueno, primero yo creo que tendríais que exigirles a los profesores que pudiesen menos y que ser niño solo se es una vez.从家为家长研讨是就为寒假作业，今年日本台北市政府回贴了。今单上系提及者，也系每日者回贴寒假作业的产生，仲埋叫安样做，上日听你你向下去了解。为什么要取消寒假作业呢？今天我们趁着市长以及教育局局长来到我们学校的机会，来亲自访问他们。上去。今日除第四记者没有要动到其他嘅媒体记者，始终可不在上好，仲系要动到嘅记者为定呢。这记者幼稚，而且無法同行到許多上行嚟問問題。前面始終做一個冇接受任何記者嘅訪問，腳就離開嘅。會不會覺得陳商他市長，不行，擠不進去。一开始要去访问柯市长的时候，一直找不到时间，我就是一直想要找一个时间点切进去，可是都找不到。去办的话就用他们。還有跟特別是教育局長接受採訪家下，這記者總算請到機會嘅。局長，局長，不好意思，我是客家電視台的小記者，然後想要請教您幾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台北市要取消寒假作業呢？哦，是那個寒假作業是這樣，因為我們覺得功課應該是孩子呢自己生活跟學習最本質那一部分。那什麼叫功課？就是你為什麼要成長？還有人為什麼要學習？他必須要知道。這功課呢，應該是說你喜歡學什麼，你就做什麼功課。那局長，請問您小時候有沒有特別討厭哪一種寒假作業或暑假作業？其實寒假暑假作業大概只討厭的就是說寫科作業比較多了哈。比如它規定的話，比如有規定你要寫日記幾篇啊，數學要寫幾題啊，你就會有一些負擔。那如果說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歡做的功課的話，那當然就不一樣啊。那你自己比較有興趣的話，當然比較有興趣是可能跟自己能力有關係，因為有的人喜歡做這件事情，他就會很專注去做，那他會進步的比較快。比如你喜歡打籃球，你可以整個寒假都通打籃球啊，它可以成為你的功課啊，就自己成為學習的主人，自己要懂得要學什麼跟做什麼事情。好，謝謝局長。好，謝謝。特別是貴社會學生嘅對台灣嘅冇作業嘅寒假有乜嘅期望呢？我想要學會做湯圓、養動物、踢足球、發呆、打電動、吹紙笛、學才藝、放煙火、做家事、看電視、畫圖。寒假前，有的同學有各種各樣嘅計劃，有的計劃喺寒假假下做到樣板呢。寒假結束嘅，人再過去訪問家頭。來談看啊，家頭係樣嘅講嘅。我的寒假的
计划是打篮球，还有打电动，打到爽，跟睡觉、吃饭。我的寒假过得很好，我时常去打篮球。在打篮球的期间，我长了5公分，从147公分长到152公分。我寒假要做什么，全部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要变魔术，变给我的家人和同学看。我从2年级就开始学变魔术，今年寒假我又多学了5样魔术。我变给同学和家人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很厉害，叫我继续练习。这是一个骰子，它上面有3种图案，有生气、笑脸跟哭脸。请一个观众帮我选你一个喜欢的表情盖上。照你的脸上，我预估它应该会是一个笑脸。笑脸。因为这位讲到寒假是小秘密嘅，不过没有人唔系啱呢。记到这位讲到寒假是乜嘅表情哦？我觉得我的体力不太好，所以寒假的时候想要去健行。原本要到那个梅仑高中操场健行，然后因为台北一直下雨，所以只好从中山站走地下街到双连站走了3次。我寒假想要做的事情有吃东西、看漫画、骑脚踏车乱晃，还有打乒乓球。我寒假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去外面骑脚踏车晃晃，但是妈妈说我太小，这样很危险，所以我就不能去骑脚踏车，让我觉得很失望。没有寒假结束后，我的寒假还是一样，因为每周1到5都还要去安亲班写功课。我的寒假过得不开心，因为爸爸妈妈在外面工作。星期1到星期5要去安亲班写安亲班老师的功课。如果我的寒假可以多一点时间去运动，我就会比较开心。我寒假作业干條，你暫時做你規劃之後，這個專屬嘅寒假，看睇面前的父母之後，兩件事情從而冇咁簡單哦。稍後你詳細記到3個時候，可能就唔是說干條嘅寒假，記到係樣板圖過嘅。想做乜嘅就去做。我很喜欢打篮球，我觉得打球很好玩。去年的时候参加了篮球校队，想要增强自己的球技跟实力。今年寒假的时候，我都不断的锻炼自己，跑步2公里，做伏地挺身，还要求自己投进100颗中距离投篮。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这一次寒假我计划自己设计服装。有时候有灵感的时候，5分钟就可以画完衣服设计图；没灵感的时候，有可能画到30几分钟还画不出来，只好一直想，一直想，想到了就画，想不出来就继续想。从小时候开始，我出去玩都会带着纸跟笔，看到什么就把它画下来。今年寒假的时候，妈妈会带我跟弟弟去写生，我们会去公园和猫空很多地方去画图。我的寒假过得很充实，我希望以后每一个寒暑假也都能像现在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按不了，你用干伞呢？我的寒假好像关在鸟笼的鸟，等着主人来开门。爸爸妈妈都要工作，所以我只好跟弟
积在家里，都不能出去玩。我一直看同样的书，看了好多遍。吹纸笛也吹到快发疯，算数学也算得好无聊。我希望我的寒假能快乐起来。梁毅，你上课喊看无喊呢？寒假的时候，爸爸妈妈要上班的关系，所以我有很多时候都是在学校里面度过。爸爸妈妈让我去参加学校举办的营队，因为那个营队要上很多课，所以我把那个营队叫做上一大堆课的营队。早上9点要到学校，一开始要先上奇异队，上到下午再去上敲敲打打，上完敲敲打打还要再去上乒乓球，一个礼拜中有2天，上完乒乓球还要再去上英文课，然后英文课还要上得很晚，都快要睡着了。我虽然很喜欢耍奇，但是上奇异队有时候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一起上的同学有些年龄比较小，为了要配合他们的进度，所以我们会一直重复很多动作。平常我会随便敲一些东西，妈妈说我很吵，所以我想说不如去上敲敲打打的课，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敲。但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管秩序，所以也会觉得有点无聊。晚上7点45还要去上英文课，我都一直在休息的时候背单字，然后英文课还要上得很晚，上完英文课一定是晚上9点45了。虽然我的寒假一直都有事情可以做，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太忙了，我希望我的寒假是可以轻轻松松度过的。如果我有一台时光机的话，我会想要回到那个寒假睡到自然醒的中午，因为我可以睡得很饱，然后课业也不用烦恼。我想回到寒假，跟家人一起坐云霄飞车的10分钟，因为那个很刺激，云霄飞车这样冲下来，我觉得很好玩，很痛快。我会选择我去同学家玩玩电动的10分钟。因为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我看到同学开心，我也跟着开心。如果可以回到寒假的10分钟，我想要回到跟家人一起去孔庙的时候，因为这是我过年唯一一次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我最想回到寒假去奶奶家训练小狗的10分钟，因为我觉得跟狗狗互动很高兴，尤其是
我们训练他先等一下才吃东西，他很想吃，但是最后还是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如果我可以回到寒假10分钟的话，我会想要一个人自己在家自由自在的打电动，因为都没有压力。我想回去爸爸妈妈买给我第一本我喜欢的书的那10分钟。如果可以回到寒假的10分钟，那我想要回到跟篮球队一起出去旅行、比赛完的那个晚上，那天都不睡觉。有一些人在玩手机，有一些人在吃零食、泡面啊，有一些人还坐在门上面。那天晚上我真的很开心。冇作业之後，因為寒假啦，皮球更是變咗很難快樂、很難充實。我規劃自己嘅想法，就含自己嘅計劃，每日看安個嘅事情。喺以外聊寒假冇是皮球之前，你就嚟好好想一下，到底要做啲乜嘅，將這半年決定取得歡喜、取得充實。原本就覺得空污是離我好遙遠、好遙遠的事情，台灣沒有很嚴重啊。但是現在我就開始發現，天空烏漆嘛黑其實是不正常的。真相其實是整個高雄市的問題，甚至中南部。工廠排放的廢氣像怪獸一樣，都圍在我們的身邊，像要把我們給吃掉。